但是好重啊，无必须呢。佢当时养一只阿爸，呀，英姐，婆婆。那个好心球春药，真是对不起你，年纪强强，才会来你家诉挂。春药，你那个我想国家，我唔会反对呀。婆婆，既然我已经嫁了你离家了，我3个离家日，4个离家开，我哪有可能过来改嫁嘞？婆婆，请你莫讲爱用计法，你莫叫我做好无啊？好心球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心球，我感觉，我嘅母主让我暗梦啊。婆婆啊，好黑了今日，你伤心过度了。你是一定会保重身体。来，我爱先送你落去地杯休息好吗？哦。来，下生意地位，听听下，婆婆。
天嘅不公平，我来擦伤恩夫妻。婆婆年纪老迈，应该只有放安息啊！恋爱嘅软弱嘅妇人家，我会用办开一家嘅担头，还记得吗？夫妻已经有讲好了啊！一家人3万大饼，存着嘅金钱，好来栽培好种来读书，以后送进户口，再筹尾款。已经不在了，爱上你，我永远拥有好走。罢了，所有的事情，我会来开心。相信你在天子里也会来保佑我。三郎，我一定会坚强起来。只是父啊，听不你恨你也去挑起个日子，还好不容易让你分到了3倍价钱。来，三郎。为起来给你呀！一步一前就爬上天。从他眼前，想你当初见一面，用你时常将诉起，今天应有分两片，只能永远记心田。三郎，永不迁就怕老天，切断情分难相依。你在天子里爱不必，娘的身体恩老子意。三杯清酒爱给你，天能交代其心里，今生不能强伤心，多谢当初两夫妻。
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那么心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凡事挂心头，唉，相爱李来夫，一生人在朝未干，不敌不觉，见过素颜，怎想到我来凄凄穷子？哎呀，夫人啊，奈何天不从人愿？因爱夫妻告白以来，至今数载也未有一男半五转世。唉，真是使得为父爱心烦呐！老爷，我个心事我也知呀，我们心中真忧愁，还无安样好啦。前2日，我也有接到好友的书信，讲家该位有一件个观音庙，求子十分的灵感嘛。虽然路程有较遥远来讲，我也知老爷你朝中事务繁忙，不如我带他存乡。一切前往，一来求子，二来访友。老爷，你看怎样啊？这件观音庙，敢是都个佛祖吗？哎呀，老爷，莫不是你也有谈过啊？我以为有谈哦。这件观音庙，那种供奉的神明，十分的灵感。唉，我做做心想，要前往楼去参拜，只是呢，我国事超繁，哪有时间前往呢？既然此事夫人提起了，就由了夫人你推我前往去呀。说哪里话了呀？既然老爷你那有同意，那么准备明天我就前往啊！妹啊，我去日来看东西吼，感觉我个木竹像有拍样安尼飘啊个，有时节把木竹有一层感觉看到暗暗，妹，今下木竹敢有严重啊？嘿呀，先生，到底那家娘，这件木竹系用办，
为何会按用心呢？老太子呀，我就就是老你讲好嘞，你嘅木主哦，无救的啦。哈，无救啊！啊，人道本来就会退化，又加上你嘅身体本来就无好，我看你不卡地步呀，挂号点，你按当日，你系咪鬼你叫啊？先生，我想讲来时，婆婆为其是送信高土，难免为了替人救泪呀。该就错的，嘅木主退化，啊你又鬼你叫，你啊木主吼，怕本你叫快提咯，你哈，还看得到去万幸，过一段时间，强强你正经就看唔到咯。哈，我会变强命啊！哎呦，我命啊苦好嘞，老太子呀，你就莫叫嘞，个叫下去呀，不出3日，你正经就会看唔到。安尼就无法度的啊！婆婆，你莫叫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让来问先生，你莫叫吼。大夫啊，难道真嘅冇办法好来医治嘛？其实遇到完全好，你还冇可能啊。不过做得是用药的调理，本日嘅肝阳气间慢慢来恢复。好，冇就先调理，只是不得了调理嘅药嘅，我几多钱啊？你啊种骗哦，算係富贵骗啊！佢需要钱留时间，天天落雨，嘅时间太用了1年，嘅钱嘛，哦，储算100两元哦。100两啊！今日身上哪有按多嘅钱啊？嘅目前我也冇辦法啊！人講啊，救急是冇救貧，我呀，嘅藥嘅全部就係高級貨，我自己身邊也沒一盒高啊，還有半樣子愛學，排死啦，冇做按樣人，等你有錢，再來請我嗬。哎，先生，春阳丁啊！婆婆，你伫咧边呀？哎呦，春阳，咪马上老福金提啦！我感觉，因为暗咧哈。婆婆，我木主，我连将福金摕啦，你嘅母主看唔到你嘛？哈，无言老福金提，甲安尼讲，我就看唔到啊，变强命诶！我的命又会安苦，哪也有时天嘞？我又变强命，我无爱，我无爱你啊！婆婆，你先莫叫啦。先生有讲哦，你应叫是因看唔到，不过啊，那还有使用嘅法，你就看得到嘞。你等下，我去买药嘅，你哋两边等下好冇啊？好，你夹去，你夹去，再夹转来，我好无想要变强命，你要夹转来，我一生也不会强啊！你放心，药嘅买听嘅马上就转来嘞。你先说一下，我马上就转来嘞哈。好，来，要扶你，要俾睡好来，来，先你对位。来，亚斌，你先睡，我去买药嘅，到时你马上就转来嘞。整条滴点，好，慢慢来睡，来睡好。
去做事啊，以为想，俺要想不出。婆婆母子安养，先生母亲不会那样，见那么适用的婆婆给母子，到底我会用办怎好啊？哎呀，好总啊，你用我救你啊！你莫救啊！还没想，哎呀，好总啊，你莫救你啊！哎呀，春香啊，你看，我在求子天啊，就看到你这个大少人，实在让我很感慨呀。夫人啊，你看啊，这少人都见爹叫，叫咩啊，就拿个没法度嘞。哎呀，夫人那还你种少人呢，我希望好好来照顾佢，唔好把佢叫到安养去。係啊，这少人又要叫到安养去，你老佢門口那里有需要幫忙嘛？好，我救你啊！有位太嫂，我嘅夫人、我妹兒有需要幫忙嘛？唔是啦，太細哦，少年吵鬧，驚到人嘅婦女係冇，我嘅立下就來找你啦，我叫我。長媽，我唔係講少人吵，我是聽到少人嘅叫聲，感覺伊唔盼得，正想講來摸一下，冇見怪啊！係啊，太嫂啊，我看到少人呢，有來有去，像情感苦嘅樣誒，個人啊，成日佢跳下來啦，冇聽錯，係都是有，也係有權是睇戲咧。好啦，我就先跳下來看下你啦。好啊，我來讓你幫忙。哎呦，太嫂啊，這生意呢，身體又按手啊，個面啊又按紅呢。啊，哎呀，用辦緊啥好？今日生意佢發燒了啊！哎呦，佢發燒咗，嚇叫我睇本先生看啊！佢先生啊！哎呦，少夫人啊，個太陽要偏就艱苦了，莫講按手嘅生意，日都去看先生啊！我冇辦法